伫咧新竹宝山一搭山坡地，掠到青云业者乌白乱倒建筑废弃物，恶心钱赚超过1亿，互新竹地检署来甲起诉。亲像这款伫咧偏远山区，互人乱倒废弃物的，实在是掠袂了。亲像台东对去年到今年，也已经掠到8件违法乱倒废弃物的案件。保持总队第3大队军干半年，伫新竹县宝山乡一个山坡地，查到废弃物清理业者加工造地卖种地所非法倒废弃物，规个山谷强要互伊吞平，有3层楼悬。经过新竹地检署指挥侦办加环境管理署最近来学，发现其中有真侪是建筑废弃物，而且乱倒。趁迄日，新竹地检署伫审理了，甲业者16个人依照违反废弃物清理法提起公诉。利用合法牌照对外承揽废弃物清除业务，竟将分类出之营建废弃物回填在对外承租的山坡地，回填体积超过4万立方公尺，不法利得高达1亿5千万元。废弃物清理业者合法暗合非法，乱倒建筑废弃物的行为，伫全国常常发生。台东环保局自去年到今年就查到8件，业者拢是经增加偏僻的山区乱弹。通常这些不法的业者或者是不法之徒，大多数会寻找山区偏僻的地方啊，甚至于租地来起到这些营建废弃物。环保局讲，这款行为拢是刑法的重罪，相关会当处5年有期徒刑，并扣1500万的罚金。因为即马厝价好，4月拢伫咧起厝，听来建筑废弃物清理继续也起。环保局讲，为了要避免外地业者伫台东县造地乱倒，会加强边境的巡查，袂互外县市的土非法进入台东县乱倒。记者综合报道。